喂，你哋有冇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？就係呢幾年美國科技巨頭嘅 CEO，好似 Google、Microsoft、Adobe、IBM 呢啲，一望落去，點解成個名單都係印度人？乜嘢 Sundar Pichai、Satya Nadella、Shantanu Narayan、Arvind Krishna，個個都係印度裔，但係華裔呢？華裔 CEO 又有邊個？係咪覺得好奇怪？明明中國科技人才都好多，點解偏偏係印度人霸晒啲龍頭位？唔好急，等我同你慢慢拆解呢個謎團。好啦，先講講呢班主角。首先係 Google 嘅 CEO Sundar Pichai， 佢喺印度清萊出世。細個嗰陣屋企連雪櫃都冇，但係佢憑住讀書成績超班，考入印度理工學院 IIT， 之後再去美國史丹福大學讀材料科學碩士。跟住就係 Microsoft 嘅 Satya Nadella， 佢喺印度海德拉巴長大，同樣係 IT 畢業之後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讀電腦科學。仲有 Adobe 嘅 Shantanu Narayan， 佢係印度海德拉巴出世，喺印度 Osmania University 讀完工程，再去美國讀 MBA。呢班人嘅共通點係，全部都係印度精英教育系統篩選出嚟嘅頂尖人才。咁到底發生咗啲乜嘢事件，令到印度人喺美國科技界咁成功？呢個要由時間線講起。1960年代，美國開始放寬移民政策，特別係1990年推出嘅 H-1B 簽證，專門俾高技術外國人才。印度人好快就睇準呢個機會，因為印度嘅教育系統，尤其係 IT 訓練出嚟嘅工程師，數理基礎超強，而且佢哋英文溝通能力普遍高過其他亞洲國家，加上印度人口多，競爭激烈。每年 IT 嘅入學試幾十萬人爭幾千個位，能夠脫穎而出嘅個個都係人中之龍。但係最爆炸性嘅發展係乜嘢？就係呢班印度 CEO， 佢哋唔單止靠硬實力，仲靠一種好特別嘅軟實力——印度大家庭文化。你諗下，印度傳統家庭成日幾代同堂，由細到大，佢哋就要學識點樣同唔同性格嘅人相處，點樣喺人多嘈雜嘅環境入面解決問題。呢種訓練令到佢哋喺跨國企業入面特別擅長處理複雜嘅人際關係，同埋喺政治鬥爭激烈嘅公司入面生存落嚟。有研究仲話，印度人有一種叫情景解碼能力嘅特質，即係佢哋好快讀懂辦公室政治，知道邊個係關鍵人物，然後用低調謙遜嘅方式爭取支持。呢個就係點解佢哋可以突破所謂嘅捉天花板。亞裔喺美國職場成日遇到嘅無形升職障礙，印度人反而用佢哋嘅文化優勢成功衝破呢個天花板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我哋要深層分析下印度 CEO 有咩優點同缺點。先講優點。第一，佢哋嘅教育背景令到佢哋對技術有深厚理解，但又唔會只係沉迷技術。佢哋好擅長將技術同商業策略結合。第二，佢哋嘅溝通風格普遍比較溫和包容，唔會好似美國本土 CEO 咁成日大聲咆哮。呢種領導風格喺科技界好受歡迎，特別係而家講求多元共融嘅時代。第三，佢哋好擅長建立人脈網絡。印度人喺硅谷有個好強嘅互助社群，一個上位之後會幫反其他印度人，形成一個強大嘅支持系統。但係缺點都唔少。第一，有啲人批評印度 CEO 嘅管理風格太保守，佢哋太注重共識，決策速度慢，尤其係面對市場劇變嘅時候，可能唔夠果斷。第二，佢哋太依賴印度裔圈子，導致公司高層缺乏多樣性，尤其係女性代表嚴重不足。你睇下 Google、Microsoft 呢啲公司嘅 CEO，全部係男人，仲要全部係印度男人，呢個現象本身就值得反思。
第三，有心理學研究指出，印度人喺高壓環境下容易出現過度順從嘅傾向，即係為咗保住職位唔敢挑戰上級，呢個可能會影響公司嘅創新能力。最後講翻開頭個問題，點解美國科技巨頭 CEO 咁多印度人？答案唔係單一嘅，係教育、文化、移民政策同個人努力嘅結晶。印度人成功，但唔代表其他族群冇機會，反而呢個現象提醒我哋，要突破職場天花板，唔單止要硬實力，仲要學識點樣運用自己嘅文化優勢。如果你中意條片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下次我會同你講下華裔點樣先可以喺美國科技界突圍而出。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